百行孝為先，孝道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嘅核心價值。媽媽開心，全家開心。那麼借着今天母親節，記得回去給自己的媽媽說一聲母親節快樂。孝順從來都唔係空泛嘅口號，一聲親切嘅問候都係回報母親最好嘅方式。咁我哋唔係淨係母親節先要做呢件事，我哋其實365日都可以對媽媽表達你嘅關愛嘅關心。香港島婦女聯會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！有志以美，志愛母親，祝大家